今天我有些感触想要说，马来西亚的疫情才100万多，我们的丁丁用心良苦 MCO， 不让确诊的人民再增多。我们一定要感谢丁丁政府干治好，从来没有放弃人民打疫苗，无论是Pfizer还是科兴疫苗，都是为了明天会更好。我们一定要感谢丁丁政府干治好，从来没有放弃人民的疫苗，无论是Pfizer还是科兴疫苗，为了隔住男女和老少，就算前朝西蒙一样搞不好，或者更糟糕，病毒好